这个社宅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要获取这个基地最大的好处。它面东面西开阔，所以我们面东面西总共有12个空中花园。空中花园它是没有建筑容积的，所以才能够通透。整合之后，我们多了空中开放空间，总户数没有少，因为是我们做整体的容积调派。这个空中花园走在每一层的走廊，都会有光线流进来，所以这是一个不折不扣舒适的阳光宅。空间完成之后，大家是在这里除了居住之外，有沟通，这个就是社会住宅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之一，而不是全部挤压在一栋建筑物，除了居住没有其他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2楼4个吧台亭，以及2楼的洗衣空间、公设空间。这个地方的公设是毫不吝啬的发放给所有居住的人，而且包含路过的市民。所以你可以看到1楼的中庭贯穿了在西边的台南公园、东边的成大力行校区，以及未来铁路地下化以后的遗址公园。所以我们把地面的开放空间还给大家，所以除了居住的居民之外，路过的市民也可以共享。宜居小东呢，这次招租有376户，那其中有分3个房型，一房型有221户，那2房型有122户，3房型有33户。那我们目前受理的期间呢，总共有3150件的一个受理申请。那我们预计是在3月份的时候，会在做这个线上直播的抽签。目前入住预期是6月1号开始做起租入住。1楼的部分，咱还有迄个幼儿园，还有公托，还有日照中心，这个部分让未来对咱这个环境有提升真好的品质啦，大家拢认为讲伊的租金较贵啦，其实咱是以这个市价的4折到8折，你当然袂当去加林地较比啊，且是精华区像这个部分有这个差别，嘛，互居民知影咱遮的迄个品质这个地点做好，面对公园，佮有车站，未来佮伫咱的高铁地下化遮的公园这个服务设施边佮有城台所以遮会当帮咱的居民提供上好的服务。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个地方地点非常好，就在小东地下道上来，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交通四通八达，是缝合都市的第一线。那也是在台南公园的正对面，距离车站近，距离成大以及成大医院以及这个公园都非常方便。那这个地方是首屈一指的社宅。台南的社宅政策，事实上从赖清德总统担任市长的时候开始规划，我们现在开始一户一户的完成，现在是收成期。那配合中央的安居，台南的市政府的宜居，能够共同打造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居住正义的一个社宅政策，还有加上包租代管，还有加上租金补贴，这些能够大幅降低民众的负担，能够让民众这个有更好的一个居住品质。总之，今天的宜居小东是最棒的社宅之一。好，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期待。你好，我是管家，欢迎收看3月20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位伫台南高铁站的散尽outlet2期已经完工，经过日前的试营运以后，上午正式开幕。总共新增加47间知名的商店，有真受欢迎的人气超商乐比亚，算的1日馆总店面将近240间。
一档的音乐家以50亿作为目标。伫个石鼓吉乐团进行的歌声表演，为台南高铁站山景奥莱旅馆的开幕来揭开序幕。包括日本山景不动产的副社长山本龙子嘛专程出席。现场还有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的所长、交通部铁道局的副局长吕新士，甲着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以及侪位的民意代表拢到场面热烈。3、2、1，请剪彩，那什么动作？名字要不怕台南的锦上大开幕，名字要不怕台南的给 Grand Open。我们的这个在吗？即兴感到惊喜，天天 up， 请他们掌声恭喜！日本山景不动产副社长山本龙子伫致辞时嘛指出，因为高铁站区周边的人口明显来成长，二期的店铺规划时嘛加入了家电、亲子的娱乐，甲着大型的超市等。而交通部铁道局嘛看好轨道的经济，而市府则是全力来招商，感谢山景奥莱重大的投资。这一次，我们的2期增加了47家的专柜，1期跟2期总规模达到了236家。除了扩增更多具有魅力的 Outlet 品牌，更加强了我们的餐饮之外，同时我们也导入了在地居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娱乐设施等等，实现成为为在地居民生活的支援者。我们有信心，来访的每一位都能够享受到更加愉快的时光。我们铁道局在推这个轨道经济哦，那我们在推一个想法，就是那个车站城市，或者叫 Station City。我们觉得在这个台南车站这边，它是一个无限潜力的一个地方。各位随着各种产业的陆续进驻，还有将来的交通，包括蓝线的连接，我们相信这个会除了一个现在是一个重要节点外，将来会是我们一个南台湾这边一个非常闪亮的一个刚刚讲的一个车站城市。我们现在南瓜的大概有3000多的这个台南市的总投资那大概是将近快要4000亿的案子在台南市各地来发生。那其中对于我们高铁特定区有卓大贡献的山景奥莱是我们控管的311件重大投资里面的其中一件。所以这个也非常感谢我们山景奥莱对于高铁特定区生活机能提供最重要的贡献。山景奥莱2期开幕以后，总共新增加47间的知名店铺，以2期加起来将近240间，营业的总面积达到13000平，希望会用满足民众餐饮、购物、甲着娱乐各种消费的需求。成为南台湾上有规模、甲着生活资源机能上强的奥莱设施。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为提供安南区的民众加就医练习机车考照，而且当就近练习的场地，布地处理爱港大天府特别提供庙前的广场，结合布地里办公处利用的土地，由安南区公所整体规划，争取市府交通局的补助之下，完成一座环境清幽、舒适和安全的考照练习场。20号上午正式启用，主要是政府甲民间协力整合典范，嘛成为兼有交通安全教育甲文化观光的特色场所。安南区布地除了台港大天府服侍5府千岁，主要是知名信用中心长期守护台港。这回因应安南区在地民众机车考照需求，经主动提供庙前土地，交予布地里办公处来利用，由安南区公所整体规划，市府交通局补助经费之下，成为标准的考照场地。20号上午正式启用，就吸引民众就近来练习，对着环境清幽、安全舒适，而且阁有王爷保庇，相当安心利便。这边比较空旷，比较安全。旁边有树荫跟凉亭可以躲太阳。那边也有厕所可以上，
就是这里比较少这种练习的地方，就是大家可以来练习。他就是心情会比较放松，第二他考试不会紧张，也比较容易过，这样一次 OK 的几率也比较大。然后前面有一个带天赋，如果要考试之前，你先去跟神明拜拜，神明真的很灵，都会帮你哦。因为我住安南区，我觉得在这里很方便，我可以直接在这里练习，我就不用再特地到监理站那边了。对我来说便利性，我觉得提升很多。根据了解，目前安区伫东西两边分别有2处的场地，不过实在供不应求，所以伫政府甲民间协力，就要诞生第3处，加上活化土地建设模式，嘛成为真好的典范，甚至佫是交通安全甲文化观光的特色重要。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的例子，就是由庙方提供。这个停车的空间也算是一种空间的一个空地的活化，能够让庙宇能够更贴近我们市民，让市民朋友来到庙宇祈求这个安定之外，也能够让我们要考照的青年朋友能够有一个考照的一个练习场。我想又有我们的5千岁，咱的王爷加持在考照能够在练习更安全，那考照能够更顺利。对安全无来学。出门开车拢爱是对安全无较安全安尼，这是一个凉亭有凉亭通休息，便所有便所通用，足方便啦。阮这是足方便啦，希望大家会当来踊跃来使用。阮这是观光景点，你考照若考过，你来甲王爷到遮拜拜一下安尼，阮来送一个Q版的迄个视频安尼。这是计划中。全市37区目前有28处的机车考照练习场，高雄局嘛希望各区里只要有适当的场地愿意提供，拢会投入资源，配合地方的需求来建设。布地处了大队伍，保庇考照成功。成功。今日新闻军集采访报道。2026年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校园竞赛就业博览会3月20日伫校园盛大举行，今年有将近100间相关的企业进驻校园，希望找到优秀的应届毕业生。会中干那病院甲照护机构就超过70间，提供1000多个护理师的职缺来抢人才。其中医检、验光加语言治疗等人才嘛相当的热门，未少职缺一个月薪水平均5万到7万，一档落来嘛是有8万薪水。2026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校园竞赛博览会开幕仪式由校长李品娥、董事郑文达、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家人分署秘书曾秋静、台南就业中心主任洪立伟。市劳工局积分就服中心主任梁伟玲等贵宾共同为活动揭幕。智慧医疗骏马奔腾，象征我们中华医大培育人才，学子学有所用，产业取良才，成就青年事业双赢的未来。医师学校其实是很重要的人力，除了台积电的这一些人才之外，我想医护人力是是我们社会最需要的。那未来的少子化，未来的人口老化，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国家的责任。所以我们为了要让学生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我们就办了这样的大型博览会，我们让厂商可以有机会来延揽我们的学生，我们学生也有机会找到优质他未来可以就业的厂商。那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有一个很特别，是我们移到这个学校最好的位置，让厂商可以有宽广的地方，很好的沟通场地，目的是希望学生可以好好的去找到他很好的人，厂商找到人才，我们学生找到好的机构之外，我们的厂商也会赞助我们的学生，特别是弱势的学生，让他们未来在学校的学习可以更好、更快、更好的完成他的学业，然后到市场去就业。中华医师科技大学承担社会照顾的重要责任，我们最近导入很多 AI， 还有就是数位转型，甚至于是智慧转型，不外乎是希望我们的人才未来很快可以跟社会接轨。所以感谢大家，让我们有机会，让民众知道我们的重要性。那未来我们愿意跟着社会大众一起栽培更多人才。希望一毕业就当马上就业，欢喜的学生详细听到节目资讯以及工课内容，就是要找到心目中的理想工课。我有稍微去逛一下。然后了解一下工作内容是什么这样，对。
那薪待遇部分呢？待遇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我觉得至少以实习生来讲算不错了，对。不管是制度啊，对，我觉得都是不错的。对。然后员工福利我觉得也还行，也不错。对。然后刚才目前聊这样子，其实蛮开心的。今年校园征才博览会总共有100间企业参加，其中敢若是病院甲照护机构就71间，招募1000外的护理师职缺。另外嘛有新奇公司、工程科技公司、目镜公司、公营企业甲各管单位设大征才，开出总共1700外的职缺，向华裔的应届毕业生招手。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相信大家拢食过包仔，不过你敢有食过会变魔术的包仔？位伫中立的妈祖新村，最近开了一间真特别的店，叫做魔法包子铺。其实这不是真正的卖包仔，你是汤圆所邀请剧团进驻的系列活动，要用魔术、戏剧，也个有小朋友上爱泡泡秀，加上个有用 AI 要将一张一张古早老相片变成立体回忆。活动一直到3月底。欢迎大家踊跃到场参加。走进中立马祖新村，映入眼帘的是充满历史感的红砖墙和绿窗框。这里曾是许多人童年的回忆，现在则变身为孩子们的艺术乐园。桃园市文化局为了让眷村文化向下扎根，持续推动马幼有一丝艺术沃土计划。今年已开春。特别邀请擅长魔术与特技的诚心诚意剧团进驻，把原本安静的马幼艺所打造成一间充满惊奇的魔法包子铺。这不只是一场表演，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冒险。文化局希望透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让现代的小朋友也能懂得欣赏老眷村的故事。那我们希望恢复过去这些幼儿园的这个精神哦。那我们现在进一步规划成为亲子都能够体验、都能够学习的一个艺文空间。那我们每年都甄选不同的艺文团队进驻哦，呈现以眷村为主题的各式各样的表演工作坊，然后戏剧的呈现以及展览哦，希望让用不同的方式让大家亲近眷村，然后认识眷村的文化跟艺文。马幼艺所我们每年甄选4个团队进驻哦，每一季会更换一个团队跟布展的主题。那我们第一季呢，邀请了诚心诚意剧团哦，用魔术、杂耍等等的方式哦，呈现以包子的这个主题哦，作为大家认识过往眷村美食的一个媒介。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像相声啊、沙画，还有视觉等等的这些艺术的主题进驻哦。那我们也期待大家能够常常来马幼艺所来认识眷村，来体验艺文。这出魔法包子铺故事描述一位回到老家的奶奶，看着墙上的老照片，回忆起小时候家门口那间热腾腾的包子店。为了重现这份温暖的记忆，剧团团长张玉成发挥创意，把魔术技巧融入戏剧叙事。他利用老照片作为媒介，让每一张照片都成为一个魔术的起点，带着观众穿梭在现实与回忆之间。我想我们这次可以来到这个马幼艺所来演出的话，我们就想要把这个眷村的文化，把这个故事呢，可以分享给参加的这些观众们、民众们这样子。然后希望我们把用魔术，我们擅长的魔术以及戏剧呢，把这个融合成一个故事，然后遇到这个包子铺啊，然后这些元素把它融合在里面，然后让民众可以得到这个故事以外呢，还可以体验到我们的魔术的神奇之处。所以我们想要教大家，民众可以学到魔术，学到魔术以外呢，可以得到一些眷村上的文化。所以我们把这个包子这个元素呢，放在这个工作坊里面，然后让民众可以得到这个故事这样子。除了精彩的戏剧演出，现场还规划了小小魔术师工作坊，小朋友可以亲自动手制作包子魔法盒和老照片魔术卡，化身为小小魔术师，把眷村的故事带回家，并给爸爸妈妈看。另外，在马幼艺所的展览空间同步展出魔幻记忆眷村中的惊奇瞬间主题展，这里设置的魔术互动体验区还能换上复古服装拍照打卡，让民众庞佛真的走进了时光隧道。
这场结合视觉与听觉的艺术飨宴将一路展出到3月29日。如果您想体验不一样的眷村风情，不妨趁着周末假日来马祖新村的魔法包子铺，找回那份单纯又美好的感动。记者李成浩，桃园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为了关心弱势自治社区的情感，土城区立新里里长日前特别举办主声演唱会，就来邀请真侪歌手做回应歌声来传播温暖。活动当中也有10几台餐车提供美食，吸引不少土城民众参与，表达家伫优雅的歌声甲热情的普话声当中，做伙为公益尽一份心力。为了关怀弱势、凝聚社区情谊，土城区日新里近日举办慈善演唱会，邀请多位表演者与里民一同以歌声传递温暖。活动也吸引不少居民到场参与，在悠扬歌声与热情掌声中，共同为公益尽一份心力。公益演唱会现场除了安排多首经典歌曲与精彩表演，带动现场气氛热络外，会场外面也有餐车市集，让民众不仅来这边听音乐，更能享用美食。主办人日新里里长吴信平也特别颁发感谢状给出钱出力的伙伴，表示这次透过慈善演唱会的形式，除了让社区居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参与公益，也希望借由活动募集爱心资源，关怀需要帮助的族群，同时促进里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呢，最主要是我们里内的这个关怀弱势哈，然后寒冬送暖。那在这样的活动的举办之下呢，希望可以在娱乐更多的这个民众哈，让大家一起来就是享受这样的一个音乐飨宴，对，那也可以让我们整个就是活动呢哈，可以更加的这个精彩。除了演唱以外呢，让大家欣赏好的这个歌星唱歌以外，我们还准备了很多的年菜啊。物资啊，关怀金要来送给我们里内的这个弱势的名单。那另外在我们学校的外围呢，都有这个餐车市集，也是要让大家来到这边啊，不仅是可以欣赏到好的音乐，还可以吃到各样的美食，来增添我们这个活动的精彩度。而远从台中太平区新福里的里长蔡美惠也率领里民一起参与这次的公益活动，让日新里里长吴信平直呼很感动，非常感动我们这个台中太平新福里我们蔡美惠里长专程这个找了这些民众里民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专程呢一台游览车来我们土城来为我们打气跟加油一起共襄盛举。很感谢我们的土城日新里吴信平里长，他在前2个月就一直邀请我们长辈能够来参加这个非常盛大的活动，寒冬送暖，还有公益演唱会听很多里长他们都很喜欢看我们红人榜那些里长唱歌，那很多里民都很共襄盛举，很开心，很期待来参加。公益慈善演唱会活动也帮助到许多需要被关怀的里民。日新里里长吴信平也期盼未来若自己能力所及，会持续举办各类公益与社区活动，凝聚居民力量，让爱与关怀在社区中持续传递，打造更温暖友善的生活环境。记者肖世荣新北采访报道。为了高雄后昌路885巷中站突然间出现了大大的落镜，这款的特殊景观嘛，被民众无奈窃讲是男子的云霄飞车。
地处市府新港处回应，因为地势问题，目前无法度进行改善。不过，有关会甲相关的单位合作，加强管理，减少有可能的交通事故。高达1层楼的斜坡就这样出现在马路正中央，位在高雄楠梓后昌路885巷内的这处，被戏称为楠梓云霄飞车的斜坡存在已久，是许多在地人的共同记忆。但近期又有民众对这样的存在抱有疑虑，引发讨论。就是上下住户，我们有跟他沟通嘛，当时其实80几年了，那很早了，我们就已经，因为那时候那个也就是比较陡，就是等于把这个坡度都延伸就拉长一点，它就没那么陡，所以现在看起来应该车辆啊什么的都很方便，就不会像以前那么陡了。我们会请相关单位来做标示啊，因为那些标示已经没有看到了，那我们应该把标示再给它弄出来这样子。在这处坡道上下两侧都设有告示牌，提醒民众小心驾驶，但是高大的墙体依旧有阻碍民众视线的可能性。而在一旁的墙壁上，隐约还能看见提醒标语的痕迹。高市府也回应，此路段因地势及建筑的缘故，无法再做更改，但依旧会加强养护。道工处的部分加强道路巡查及维护。那目前相关的一个加强措施，目前已经持续进行中。那希望用路人能够顾及自身的一个安全，减速慢行。那我们其实都知道，内里的部分都是在地的一些比较旧老的社区，都是一些在地的居民在行走的，所以我尽量希望说，如果是外地来的人，尽量不要走那边，避免发生擦撞跟危险。所以我们也曾经讨论过，到底有办法可以去改变现况。那就我们去了解过跟讨论过，目前只能维持现状。那我们也希望说，尽快拜托相关单位呢，能够针对能够改善或者是把它更优化的部分，来解决当地这个危险的这个状况。据调查，每年此路段所发生的交通意外仅有个位数，因此没有被列入警示路段。但近期透过网络传播，不少人前往尝试。高市府也回应，将协调执法单位，加强取缔，还给当地民众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记者陈奕轩高雄报道。感谢收看3月20日的中港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新车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你不知道吗？微型电动2轮车要悬挂牌照、投保强制险，还要年满14岁，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么啊？有这么多规定哦？没错，微型电动2轮车需经审验合格、领用及悬挂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车交通安全规则，不超速、不双载、不酒驾、不擅自改装，违反者将处最高5400元罚款哦。这么严重啊！还不赶快去办理？我马上去。微型电动2轮车挂牌投保，满14岁缺一不可。内政部警政署提醒您。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4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4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
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